那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，可以把视讯镜头打开。那上一堂课呢，就是我们上到第10页，就是限钱还有限量。那限量呢，就是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又是限钱，然后又是量的呢，就是可以称之为是限量。那什么是量呢？我们之前就讲到说，所谓的量呢，它就是对于至净呢能够正的，而且呢是新正的，就是最初正的，而且呢正的之后呢，它是能够获得坚固决定的。那就想要说什么是由智力正德呢？就是这边所讲的正德指的是智力正德，智力正德就是说他在正德他的自尽的时候呢，他是不需要透过外力的，可以由自制力呢去正德，而且正的时候呢是能够兼顾决定，那也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呢是能够获得决定力。那具备这样条件的了知呢，称之为是量。那什么是现前呢？现前呢，就有讲到说它是以离分别，且不受欺狂的这个了知。那以离分别呢，就讲到说所谓的以离分别呢，它就是它在显现自净的时候呢，是不需要观待的义功相，它不需要显现义功相呢，就能够显现自净的这种呢，称之为是现前。所以呢，它符合量又符合现前，就是又是现前又是量的呢，就称之为是现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第10页的，就是倒数第3行，就讲说呢，限量呢，若加以区分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分为4种。那也就是呢，第一个呢，自证限量；第二个根限量；第三个呢，异限量；以及第四个呢，余且限量。那虽然说呢，在这边呢是讲到说，第一个先安利自证限量，不过呢，就是我们如果要安利的话呢，就是以次第来说的话呢，第一个呢，应该是安利根限量。第二个呢，异限量；第三个呢，才是安利自证限量，然后第四个呢，才是余且限量，就如同在心类学里面呢，就是安利的方式。那为什么说一开始要先安利根限量呢？那安利根限量最主要原因呢，就是当我们的有境呢，它一开始在通达境也好，或是显现境，或者说以境来说呢，就是我们最能够接触到的呢，就是初分的这种色。那初分色呢，能够显现初分色，或是能够受用初分色的这个有境呢，一定是透有我们的根知。那我们的根知呢，在受用境的时候呢，一定有最初呢能够受用的这个量，所以呢才会说一开始在安利以次第来说的话呢，一开始在安利量的时候呢，会先安利根限量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为什么要讲述异限量呢？因为刚讲到说呢，能够受用领纳出分色的呢是根线钱，那最初通达的呢就是根限量。那同样呢，对于说细分的色呢，能够去领纳受用的呢，就是异限量，就是异限钱。因为呢，根线钱呢，它没有办法去领纳细分的这种细分的色，需要透由异线钱呢去领纳。那能够最初通达领纳细分色的呢，那也就是异限量。那在安利了就是根线量还有异限量之后呢，那我们知道说根线量呢，它没有办法领纳自身，同样呢，异限量呢，它也没有办法领纳自身，所以要安利另外一个了知呢，它能够去领纳根线量，或者说另外一个了知它去领纳异限量，而且呢，能够领纳根线量或是领纳异限量的这个了知呢，它要和根线量呢是同样的体性，或者说领纳异限量的这个了知呢，它要和异限量呢是同样的体性，而且呢，它和根线量呢是要同时出生的，所以这样子了知呢，就只能去安利至正现前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余前限量。那为什么要安利余前限量呢？因为前面的无论是根限量、异限量或是自证限量呢，在繁复的心绪当中呢，都是存在的。但是呢，对于说像是能够通达细分的无常，或者说呢能够通达无我的这种现前呢，那在凡夫心绪之中呢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心绪里面的根限量呢，它只能够领纳或者说通达呢出分的色。那异现前呢，它同样呢也无法去了解呢，就是通达领纳呢，就是像是细分的无我以及细分的无常以及无我等等。而且呢，就是我们知道说像是
细分的无常或是无我呢，它是没有办法说透由呢，就是像凡夫心绪之中呢，它是没有办法依靠着就是凡夫的意根呢去通达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现前通达？就是细分的无我以及细分的无常以及无我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以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就是以止观双运作为它的不共真上缘之后呢，那以这种特殊的这个现前才能够通达，所以称之为是余邪限量。所以讲到说余邪限量的时候呢，唯有圣者才有，凡夫心绪之中呢是不具备余邪限量的，所以呢，把余邪限量呢安立在最后。那这边呢，第10页的倒数第3行呢，就案例了说限量呢，就是同样呢可以分为自证限量、根限量、异限量以及余邪限量。那第一个呢，就讲述到说自证限量它的性相呢，就讲到说为朝向内，而且呢已成为能取之部分的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就是自证限量的这个性相。那微朝向内呢？微朝向内就我们在心类学里面讲说呢，就是往内见。那什么叫做往内见与往外见呢？那像我们的跟限量或是跟现行来说呢，它就是往外见。为什么是往外见呢？或是说异现，或者说凡夫心虚当中的异限量、异现前、跟现前还有异现前呢？为什么是往外见的呢？因为呢，它所见的呢，就是外在的这些设法的缘故，它的境呢，都是这些我们身体以外的这些境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呢，就是往外见的了知。那自证限量呢，或自证现前呢，它叫做为朝向内，或是往内见的了知。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它所通达，或者说它所见到的呢，就是我们心绪了知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往内见，或是为朝向内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说它呢，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叫做为朝向内呢？因为呢，它就是我们的讲的有尽了知呢，和有尽了知本身呢是同一个体性，而且呢，能够以此了知呢作为它的尽的呢，所以它称之为叫做为朝向内。第一个的解释。那第二个呢，讲到说已成为能取之部分，什么叫做已成为能取之部分呢？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能取呢，就是在讲到说索取与能取二者当中的能取。那索取呢，指的呢就是境；能取呢，指的呢就是有境。所以讲到说呢，能取之部分呢，就提到说呢，它呢就是有境的这个体性，也就是说它的体性呢是了知。就假如说它除了它的境呢是微朝向内，而且它本身呢是属于有境的这一部分。所以讲到说呢，已成为能取之部分，那就是讲说能取索取当中的能取呢，指的是有境；索取呢，指的是境，所以它是指二者当中的能取，也就是有境的这一部分。那所以这边所讲到的就是能取之部分呢，就提到说，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，就是以自证现前来说呢，它本身呢，就是它既是索取也是能取，就是它自己其实是境也是有境。因为我们知道说呢，你只要是所知的话呢，就是境。为什么都是境呢？因为你只要是所知的话呢，就一定能够通达你或是了知你的有境。所以以自证现前来说，它既是所知，所以它也一定是索取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到说能取之部分呢，就提到说呢，部分指的意思说，现在我们所指的呢，就是它能够称之为能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能够了知，它能够领纳其余了知的缘故呢，所以把它称之为是能取。所以呢，这边能取之部分呢，直接说就是为能取，就是把它是，我们就暂时呢不在讲它的性相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他自己本身呢不会成为就是境，就是不是以境来解释这个自证现前，而是以它本身呢能够领纳其余了知的这个特性呢来解释的缘故，所以叫做能取之部分。也就是说，它是为能取，就是它能够去了解领纳其他了知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能取之部分。那后面呢，就讲到说，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这个了知呢，那就是如同前面所讲到的，以离分别呢，就讲到说它本身呢不是分别，然后呢又是能够心通达，然后不欺狂呢，就是能够对于自净兼顾正德的这个了知呢，那也就是量的这个特性。所以呢，
微朝向内，而且能够成为能取之部分的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就是自证限量的一个性相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就是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是量的性相。那前面呢是限量的性相。那以离分别呢，就提到说它的体性呢，就是不掺杂着异共相，它不需要关带着异共相，所以这边讲到说是以离分别嘛。而且呢，它除了说它能够不是分别之外呢，它不需要关带异共相之外呢，那心呢就提到说，就是它能够最初通达，而且它的心通达最初通达呢是透由智力去通达，而不是关带其他的这个了知通达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叫做心通达，就是不需要关带他力，所以是智力通达，所以称之为是心通达。那不受欺狂呢，就讲到说呢，他对于他所通达的境呢，又是能够兼顾、能够坚稳的去通达的呢，这种了知呢，叫做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。那这个呢，同时也是代表呢，它就是一个限量。那它除了具备限量的特性之外呢，它又具备的就是微朝向内，而且成为能取之部分。那这个微朝向内呢，就讲说，就显示出了就是自证现前呢它的一个特性，或者说自证现前的特性呢，就提到说它的境呢，就是所有的了知呢都有境，但是自证现前它的境呢，就是特别的不一样，因为它的境呢本身也是，就是它除了自证现前它本身是有境之外呢，它所通达的境呢也是有境的了知，所以这是自证现前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微朝向内，就只要说它的境呢，并不是外在的这些设法，而是呢微朝向内，所以它的境呢，同样也是心法，同样也是属于有境的心法，而且成为能取之部分，就讲到说最特别的呢，就是它本身呢，在讲到自证现前的时候，是提到说它是能取，它具备能取的这个特性。所谓的能取呢，就是在讲到说它是一个有境。它的境本身也是有境，而且它就是能够支持有境的这个能力呢，所以称之为叫做能取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，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述到有境的时候呢，像是说能够就是，以五根支来说呢，它所能够领纳的呢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而且我们知道说每一个根支呢，就是眼根支、耳根支、鼻根支、舌根支、身根支呢，每一个根支呢，它所了解到的就是，五欲呢都是不同的，它就是对于个别呢，就是对于去执持色，或是执持声、执持香、执持味、执持触等呢，就是每一个根支呢有它不同的这个作用。那这个呢是五根支的作用。那除了五根支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第六种。第六种了知呢，就是想要说意知。那意知呢，就像是说，哦，我们现在呢支持父亲的了知，或者说没有见到父母亲的时候呢，支持父亲或是意念父亲或是母亲的了知，或者说呢，我们现在下班回家，然后呢，想到公司林林总总的这种了知，就是说和境呢没有相遇，但是我们却能够显现这些境的这个了知呢，也就是透由我们的意知呢才能够现起。所以呢，对于五根支还有意支来说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六种驱入支，就它可以五根支呢驱入的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色声香味触的五欲的这个境。那意知呢，就是我们的分别知，它就是能够去入呢，就是我们没有相遇，但是我们能够想起来或是现前能够去意念的这种境，所以这称为六种驱入知。那这里所讲的自证现前或者说自证现量呢，它就是以这六种，以五根支加上意知呢，就是以这六种驱入知呢，把这驱入知当做境的这一种了知呢，就称之为叫做自证现前。所以呢，这边呢就想要说，就是以六种驱入境呢作为境的这种了知呢，称之为是自证。那这个自证这边所讲的自证呢，指的是自证限量，就说它除了呢就是以六种驱入之呢作为它的境之外呢，那同样呢，它对于这种六种驱入之呢，就是它能够通达，而且是心通达。心通达就是刚所讲的，它是有智力呢去通达，并不是呢由其他呢就是已经通达过，并不是由前量通达之后呢，他再去通达的这种了知，它是能够透由智力呢去通达，不是由引申自知前量所以通达的这种了知。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呢，这里所讲的自证现量，就是提到说它本身的体性是自证现前之外呢，又是自证现前里面的第一刹那。那
质证限量呢，从这边了解到它有第一刹那之后呢，就表示说同样呢能够有6种去路径呢作为了知。那了知之后呢，它又能够就是以这6种去路径为了知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由智力去了知，它是由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呢，所以通达的方式去了解的呢。那这就是第二刹那以后的质证现前。所以质证现前呢，它本身呢就是有量的部分，也有在觉式的部分，同样呢也有属于显而未见的部分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看到说就是质证，第二个呢就看到说是根现前。跟限量呢，跟限量它的性象呢，就讲到说，依于呢，就是自知不共生上缘呢，就是具色根之后呢，所产生以离分别，然后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就是跟限量的定义，或说跟限量的性象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讲到说，像是只要是质证的话呢，它一定是质证现前，但是呢是跟现前的话呢，不一定会是是根知的话呢，不一定是跟现前，就是是质证的话呢，一定是质证现前，但是是根知的话呢，不一定是跟现前。就讲到说呢，有一些根知呢，它不一定会是现前，就像是这些错乱知，错乱知的话呢，它是根知，就像是眼知等这些错乱，像是看到蓝色雪山的眼知，或者说把一个月亮呢看成2个月亮的眼知，它是根知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根现前，因为呢，它是错乱知。所以呢，不要用，就是有些人会用理路说，哦，只要是根知的话呢，不一定是根现前，所以只要是质证的话呢，不一定是质证现前。这样这2个理由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只要是质证呢，它就一定会是质证现前。质证呢，它没有所谓的错乱知，它只会有显而未见，但是不会有所谓的错乱知。所以只要是质证呢，一定是质证现前，但是是根知的话呢，不一定会是根现前。这2点是要区分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呢，就是由自知不共生上缘呢，具色根所生，然后呢，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就是根限量的一个性象。那所以第一个呢，就是由自知不共生上缘呢，具色根所生呢，到这边就是具色根所产生呢，这以上呢是属于根知的性象。因为呢，判断它是否为根知呢，最主要的判断原因呢，就是判断说它的不共生上缘呢是不是具色根。如果说它的不共生上缘是具色根的话呢，它就一定是根知。那它既是根知，那又是呢就是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那这个呢是量的性象。所以你又是根知又是量的话呢，又是根知又是限量的话，因为以离分别心不受痴狂的了知呢，它就是限量的性象。所以假如它又是根知，然后又是限量的话呢，那它就是根限量。就如同前面呢，我们假如说它又是质证又是限量的话呢，就是质证限量。那同样呢，它又是根知又是限量的话呢，那就是根限量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聚色根。那我们在讲到聚色根的时候呢，就要了解到说，就是有5种聚色根，就是因为有5种根支嘛，所以5种根支呢，它就会依于自己不共的这个聚色根呢，而产生这些不共的根支。像是以眼支来说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的聚色根呢，那就是眼根。那以耳支来说的话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的聚色根呢，就是耳根。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讲述到说，就是判断呢一个了知它是否是根知还是义知呢，并不是看它的所缘缘，也不是看它的等无间缘，最主要呢就是由它的不共真上缘来判断。因为呢，透由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可以判断出说呢，它是根知或是义知，或者说从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出，可以了解到说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如果是眼根的话呢，它就是眼知；如果是耳根的话呢，它就是耳知。所以由不共真上缘呢，可以判断说它是根知或者是义知，或者说它是5根支里面的哪一种根支呢，都是由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来做判断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就想要说呢，就是它既然是根支的话呢，它就要依于它的不共真上缘具色根。那这不共真上缘具色根呢，所讲的就是说，像我们的眼支呢，它要去入于色的时候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不共真上缘具色根呢，就是要依靠着眼根。那我们的耳支呢，它要去入于声的时候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的具色根呢，就是耳根。那同样呢，就是
鼻支呢，鼻支呢要去入于香的时候呢，就是要靠着就是鼻根。那舌支呢，它要去入于胃的时候呢，那它的不共真上缘巨舌根呢就是舌根。那身支呢，它要去入于处的时候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巨舌根呢就是身根。所以就是有5种巨舌根，所以就会有5种的根支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想要说，就是依于自知不共生上缘呢，巨色根所生的这种根支呢，有5种不同的根支。那这5种根支呢，还有可以就是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根限量的性相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，就是根支呢，它有属于限量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这里所讲的，它又是根支又是限量的呢，那也就是根限量。那同样呢，它也有。那这个根线量呢，就像是说我们眼睛呢看到色，或是耳朵呢听到声音，鼻子呢闻到香味等等呢。那这些所产生的鼻知的第一刹那呢，就是所谓的根线量。那同样呢，它的第二刹那之后呢，就是它是依靠着就是通达自知前量，所以通达，所以呢根知它同样呢也会有在觉知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根知呢，它也会有显而未见知，就像是说，当我们的眼睛呢，就是在单着于色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耳知如果听到声音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听不见，或者说听不清楚，因为眼睛太专注于色的缘故，所以眼知在看色的时候呢，那耳知在听声音可能听不清楚，或是没有听到呢，那这种呢就是显而未见的根知。所以根知呢，它又可以分为就是限量，然后呢再觉知、显而未见等等。那不过呢，我们在这里所讲述的呢，就是根限量。那同样的呢，第3个呢，就讲到说，依于自知不共真上缘呢，意根所生的，就是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了知呢，那也就是意限量的性相。所以呢，同样的呢，我们讲到说前面第2个呢，在讲述到说根限量的时候呢，提到说根限量它的自知不共真上缘呢是巨色根。那同样呢，就是意知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呢就是意根。那意根的境呢，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，根知的境呢是属于初分的这种色，像是色声香味触。那对于细分的呢，像是细分的这种无常啊等等，或者说像是常法等类，或者说像是无我这些呢，我们是无法透由根知呢去了知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只能透由意知呢去了解，所以它就是透由它的不共真上缘呢。意根所产生的这种了知呢是意知。那同样呢，在讲到后面呢所讲的以离分别心不欺狂的这个了知呢，那同样呢它是限量的性相，所以呢它又是意知又是限量呢，那就是意限量，跟前面一样，它又是根知又是限量呢，就是根限量，所以这个理路呢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讲到说，就是依于自知不共真上缘呢，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后所产生的呢，就是现证上是细微无常，或者说是补特伽罗的这个圣智呢，圣者心虚当中的这个智慧呢，那也就是呢第4个就是于其现前的这个现象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到于其现前的时候呢，就讲说他所通达的境呢，是我们如果想要说就是现前通达细分的无常，还有无我呢，就要透由于其现前。那什么是于其呢？于其指的就是道。什么样的道称之为是于其呢？它能够真实了解就是轮回痛苦的这个道呢，称之为是于其。所谓的真实了解，就是不用透过造作，它本身就是能够真实的了解到轮回痛苦的这个道呢，称之为是于其。所以于其呢，指的是道。所以这边指的于其现前呢，它就是能够通达，而且是能够现前通达，就是细分无常，还有就是补特伽罗，无论是初分或是细分的补特伽罗的这个圣者的这个智慧呢，就是所谓的于其现前。那于其现前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是什么呢？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就是止观双运的三摩地。一定要依靠着止观的双运的三摩地之后呢，才能够现前通达，就是细分的无我，细分的无常，以及像是无我等等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之前有讲到，在
加行道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初呢能够升起止观双运的三摩地，但是呢，升起了止观双运三摩地之后呢，我们要现前的通达，并不掺杂着意共相，由现前去通达，就是系无常以及无我的话呢，那就要等，就是要透由不断的串修。那什么时候呢能够升起，就是能够现证，就是系无常以及无我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呢？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进入见道。那同样从这个时候呢，就成为了圣者，而不是凡夫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讲到，我们讲到说，就是透由止观双运三摩地之后呢，那透由止观双运摩地之后呢，所升起的这个现前，就是圣者心绪当中的这个现前呢，它能够通达，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细微的无常。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呢，要升起于其现前的时候呢，可以透由三种方式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先透由呢，就是正德无常的止观双运三摩地。那正德无常的这个止观双运双运摩地呢，那我们透由不断的串习之后呢，它什么时候能够现正？就是一开始正的时候，它是掺杂着意共相，所以呢是止观双摩地、止观双运三摩地呢，它也是掺杂的意共相呢，而通达就是细分的无常。那它什么时候呢能够现正，就是由现前呢去通达细分无常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止观三摩地呢，它才会变为就是成为圣道。那在藏文里面呢，就是这个圣智呢，它讲的呢，其实就是说能够现前通达的这个智慧。那这边智慧呢，指的呢，其实就是指道，所以它这边直接翻为就是圣智。就是能够现前通达的这个智慧。那除了就是细分的无常之外呢，那同样呢，第二个呢就是正的透由初分的这个无我。那初分的补特伽罗无我呢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，就是能够通达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空的这个止观双运三摩地。那什么时候呢？它变为现前的时候呢，那就不是变为就是于其现前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想要说细分的这个无我。那细分的无我呢，那也就是通达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止观双运三摩地呢，它什么时候变为现前的时候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也就是成为了就是于且现前。所以于且现前呢，可以分为通达系无常，还有通达初分补特伽罗无我，以及细分补特伽罗无我的三种于且现前。那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呢，为什么经部中呢不承许所知上？那对于说广解的部分呢，就是等到后面呢，我们再讲述到说，就是经部中呢，他所承许的这个道次的时候呢，就他在讲到他的地道功德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广说。那这边总的来说，为什么说经部中呢，他不承许所知上呢？那我们讲说到说所知上，什么叫做所知上呢？所知上呢，就表示说，能够一个了知呢，他能够同时呢了解一切诸法，那就表示说他能够同时了解，呃，世俗谛以及圣义谛嘛。一个了知能够现前通达世俗谛以及圣义谛的这个了知呢，然后为了能够升起这样了知而作为障碍的呢，叫做所知障。就是为什么叫做所知障呢？所知呢，就是你能够一个了知，它能够在一个刹那的时候呢，同时了解，它能够去了解就是世俗谛及圣义谛，能够同时了解。但是呢，经部中不承许说一个了知，它能够同时理解到世俗谛以及圣义谛。即使呢是佛陀心绪当中的了知呢，也是一样。虽然说佛陀呢他了解一切法，但是佛陀心绪的了知呢，也没有办法同时的呢，就是现起世俗谛以及圣义谛的缘故呢，所以既然不承许有一个了知能够同时通达圣义谛以及世俗谛的话呢，那就不会有一个障碍呢，会障碍你升起这样子了知，所以也就不会有所谓的所知障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会讲到说观修所缘形象。那形象呢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先来解释所谓的形象。那形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形象我们一般可以分为呢静的形象，还有有静的形象两种。像我们在讲到说，直凭眼之呢，它能够显现平直的形象的时候呢，那这个直的形象呢，它所显现平直的形象，就是指静的形象，就比方说它的静呢，就是它的形象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先讲到说静的形象，就是讲到说直凭眼之，它所显现平直的形象呢，是
静的形象，就是瓶子呢就是静的形象，就是对于食品演示来说，它是静的形象。那有静的形象又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在讲述到有静的时候呢，有静的形象呢又会分为就是能取向以及所取向。那在讲到说能取向以及所取向的时候呢，那就提到说所取向呢指的呢就是两只本身呢，它叫做所取向；能取向呢就是讲到说能够支持它的这个质证呢，叫做能取向。那不过呢，我们在讲到说就是讲到说显现蓝色的形象的时候呢，就是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说显现蓝色形象的这个形象呢，指的是静的这个形象，但是也有些人讲到说显现蓝色的这个形象呢，形象指的是说直持蓝色眼睛，就是直持蓝色的这个眼睛呢，它是这个的形象，就是这样子解释呢，也有人是做这样子的解释。那不过呢，就是我们在讲到修行的时候呢，修行会讲到说将护所缘形象嘛，就是我们要守护的这个所缘形象是什么呢？那这个时候所讲到的将护所缘形象呢，大部分呢是指静，就像说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心和心所的时候呢，会讲到说五种相应嘛。那五种相应里面呢，会讲到说就是所缘相应，还有形象相应。但是我们在讲到说所缘相应，还有所缘相应，还有形象相应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就是正得平常的、正得无常的这个了知，正得无常的这个心王和心所呢，它的所缘相应，还有形象相应呢，它的所缘还有它的形象呢，都是无常。所以同样呢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讲到说将护所缘形象，比如说我在观修无常的时候呢，我讲到说观护所缘形象的时候呢，这个所缘以及形象呢，指的都是无常，就是所缘的呢是无常，所以现起来的这个形象呢也是无常，所以经常说将护所缘形象，对观修无常的时候呢，你所要将护的所缘形象呢就是无常。接下来问题呢，就想请问连倩呢，就是经部中的自证现前呢，就是说它是能取也是索取，那能取和索取有先后的发生顺序吗？还是说同时发生的？那这边呢，就是先讲述到说，就是我们一般在解释到能取还有索取的时候，就是说诸法呢皆是索取，这一点呢是四部中义呢同时承取的，只要是存在的法类的话呢，它就一定是索取。为什么呢？它就一定是净。那那能取呢？所以我们就讲到说，只要是能取呢，它就一定会是索取，因为它是所知嘛，能取也是一种所知，所以能取呢，它一定是索取。但是呢，索取呢不一定是能取。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，像是色法，还有像是心不相应刑法或是常法等等的，它是净，但是呢，它不是有净的缘故呢，所以它不会是能取。所以是索取呢，不一定会是能取。这是我们一般在讲到说能取和索取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讲到就是自证现前所讲到说能取之部分呢，他会在这里把它讲到能取之部分，最主要说把它安立为能取的缘故呢，是因为说它的净呢本身也是有净的缘故，所以透由这个特性呢，把它叫做能取之部分，就是说它具备了能取的这个条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净呢全部都是有净的缘故，所以在这里把它特别称之为叫做能取之部分。就比方说它的净呢皆是有净，因为它的净呢一定是其他的两支嘛。那至于说呢，就是他中怎么来反驳，就是经部中的自证限量呢？那就是我们先讲到说，就是对于说承许自证现前呢，这个是我们要说在四部中里面有一些是承许，有一些是不承许的。那承许的呢，就像是经部中，然后呢唯识中，还有像是秩序里面的呢，就是随于其行的秩序派。那应成派呢是不承许的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们有争议的呢，最主要是在争议说就是于切现前的这一部分，并不是说对于说能取和索取呢在做辩论，最主要辩论的是就是于自证分它本身是否存在与否呢在做辩论的。那接下来就想问说，请问仁波切呢，于切现前自身
不共真上缘的不共与共呢，就是差别在哪里？什么是不共？那这边就讲说不共真上缘呢，指的是说它不共的因呢，称之为是不共的真上缘。那我们举简单一点的例子来说，就像是直平眼支来说，直平眼支呢，它的真上缘里面呢，就是它的因里面呢，就是也有属于异根的这些部分，就是有它的因里面呢有是异根，但是这个异根呢，并不是它的不共真上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不共真上缘就是它最主要的因呢，是来自于聚摄根，是由根支而生的缘故，所以根支呢是它的不共真上缘，但是它也有就是能够成为直平眼支的这个因的，就是能够成为它的因的这个异根呢，就是直平眼支的共同的真上缘。所以在讲到说直平眼支的共同真上缘的时候呢，不要把它理解为说这个共同的真上缘这个异根呢，它是能够同时成为直平眼支还有直平异支的因的原因呢，把它称之为叫做共同真上缘，并不是这样子理解的。所谓的共同真上缘呢，就是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因，它是能够出生直平眼支的一个因，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因。不共真上缘只要是它最主要，唯有最主要的这个因呢，决定说它是根支，所以它才能够称作的是不共真上缘。那一般呢，就是它其他的这些缘呢，也会有就是异根里面。那同样的，就是直平异支里面呢，它的共同的真上缘里面呢，也会有聚摄根，但是这个聚摄根呢，没有办法成为它的不共真上缘。所以在讲述到说共与不共的时候呢，不共真上缘的不共指的是说它不共的因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不共的真上缘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到说直平眼支呢，它为什么称之为是眼支呢？它称为眼支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说它的不共真上缘是聚摄根，而且是聚摄根里面的眼根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叫做直平眼支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在讲到说直声耳支的时候呢，直持声音的这个耳支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是什么呢？它的不共真上缘是聚摄根，而且是聚摄根里面的耳根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叫做直平耳支。所以呢，就是它不共，它最主要的这个因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它的不共的真上缘。就像是说我们在讲述到平质的时候呢，我们讲说平质呢，它有具备两种因，它的因呢就是进取因，还有具有缘。那平质的进取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平质它最主要的因呢，称之为是进取因。其他呢，像是说做平质的这个工人啊，他也是平质的因，但是呢，他无法成为平质的进取因，他只能是成为平质的具有缘，就如同于这个样子。就像经论里面最常用的譬喻呢，就是用种子和苗芽。为什么会用种子和苗芽呢？就是透由种子呢而长出了苗芽，所以苗芽的进取因是谁呢？是种子。而且呢，你是什么样的种子呢，决定你会长成什么样的苗芽。所以它会变成怎样的苗芽呢？最主要就是看它的进取因，就是看它是什么样的种子，决定说它会长成什么样的苗芽。那人们现在这里就解释到说，就是我们在讲述到于其现前它的不共真上缘的不共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因为说在三摩地我们升起三摩地之后呢，会有所谓的身心清安，或者说身清安、心清安，或身清安的安乐、心清安的安乐，并不是透由这个身心的清安呢去决定到说它的不共真上缘。那我们返回来讲到说，不共真上缘呢，就是提到说它不共的因。那所以呢，于切现前呢是如何升起的呢？我们讲到说，第一刹那的于切现前呢，就是在见到无间道的时候。那见到无间道的时候呢，它是如何升起这个见到无间道的呢？就是见到无间道的时候是第一刹那的于切现前，也就是呢最初现证无我的这个智慧嘛。那最初现证的这个无我的智慧呢，它是如何升起的呢？它既然讲到说见到无间道是第一刹那的话呢，那它的前一刹那。它的前一刹那呢，就是加行道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。那加行道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是如何升起的呢？我们讲到说加行道呢，它又分为就是暖顶忍四第一法。那暖顶忍四第一法，四第一法是最后一个嘛？那所以能够升起见到无间道呢，是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。那在升起四第一法之前呢，它要先升起暖顶忍。那加行道的暖位是何时升起呢？加行道的暖位呢，就是什么时候通达了，就是
正得无我，并不是现正哦。什么时候升起了正得无我的止观双运三摩地的时候呢？何时升起正得无我的止观双摩地呢？那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了加行道。那在经部中呢，它程序就是加行道到见道位呢是同一座的时间，就比方说你是在同一个修行的这个当下呢，就是同一个入定的这个状态当中呢，就是进入从加行道，然后升起见道，所以呢，这时间是非常短暂的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升起加行道呢？就是在这一座的时间，你最初先升起了，就是以义共相的方式呢，就是以义共相的方式呢，义共相的方式去通达无我嘛，就是通达止观双运的三摩地。这个时候并不是现前，所以这时候你已经进入了加行道。然后加行道呢，你在中间这过程都不会中断的时候呢，然后从暖位，然后到暖位、顶位、忍位，然后到四第一法，然后四第一法之后的下一刹那呢，就升起了见道位。所以它的不共的因呢，就是这个止观双摩地的缘故，所以才会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止观双运的三摩地，是这个原因，而不是说它的身轻安、心轻安，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。那所以呢，刚就讲到呢，就是我们讲到说，就是加行道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呢，跟见道无间道呢，它是同一座的。这两个一定是同一座，就是我们在进入根本定制的时候呢，你在无间道进入了你在加行道的时候呢，进入了加行道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的时候呢，到你升起就是见道无间道呢，这两个是同一座的时间，或者说它仅仅是前后刹那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在加行道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是凡夫的最后一刹那。之后呢，就升起了见道无间道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已经变成了圣者。所以呢，我们圣者心绪当中的智慧呢，这个时候就是见道的无间道。那见道无间道，它的因呢，就一定是凡夫最后一刹那的这个加行道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。那同样呢，加行道四第一法的这个根本定制呢，它一定呢是通达无我，或者说细分无常的这个止观双运三摩地的缘故。所以在安立一切现前的不共真上缘的时候呢，你除了止观双运三摩地之外呢，你是不可能再安立其他的了知了。就是这边想请问仁波切呢，见到后得智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缘的空性的分别知？如果有的话呢，它的进取因是不是缘的空性的与其现前？如果说是中观中的话呢，就如同我们上一堂课解释到的，就是上一堂课在解释的时候呢，就是各个祖师他程序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所以在回答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回答方法。但是如果说这边，所以人们经常会说这边提出问题是以经部中的见解来做发问嘛？那人切就说，那就是结合的来说的话呢，就是比如说现在呢，我们就讲到说，合起来说的话，就是说他在后得智的时候，见到后得智的时候呢，缘得空性的这个分别知，它的进取因呢，是不是于前现前呢？那人切就回答说不是。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就如同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，就是或者说刚所讲的，就是分别加行道的四第一法呢，它的根本定制呢是凡夫的最后一刹那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它还是就是掺杂义共相的一个了知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讲到说，就是见道无间道，它的不共的真上缘呢，是止观双运的三摩地，指的呢是指说加行到四第一法的这个根本定制，但是并不是说你只要是掺杂义共相的这个分别知呢，它全部都会成为这个见道无间道的这个不共真上缘。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呢，当加行到四第一法的根本定制呢，它是分别知，那它的下一刹那呢，我们讲说它的体性呢变成了现前，体性变为现前的另一种解释的方式呢，就是说它呢变成了水眠。从此之后呢，加行到四第一法的这个根本定制，也就是说通达无我的这个分别知呢，它变成了这个水眠。但是这个水眠呢，
这个水冕，这个变成了水冕之后，所以在之后后得制的时候呢，原得空性的分别之，又是由这个分别呢，它又变成就是现行之后才变成了分别之，所以这个后得制的这个原空性的分别之呢，它最主要的进取因呢，并不是透由预切现前而生的。